家晚安，大家好我是新北市议员参选人三重泸州的刘承谦。那我是我们三芦区最年轻的参选人，我今年26岁。所以我关注的议题会跟传统的这些议员或政治人物有一点不一样。像是我关注这个道路平权跟交通改革，我希望可以让机车骑士的用路环境更安全。然后重视弱势用路人的出行环境。同时，我们有些地方公车分配不是那么平均，造成他出门有很多的困难。所以我希望把这个公车路线更平均分摊到我们三重泸州每一个地方。那我也希望推动更多的社会住宅，保障大家住的权益。那我也希望推动有三重泸州要有自己的青年创业基地，同时要有自己的青年创业计划。不一定是要搞那种很大的青年创业，如果它是文化事业的话，我认为市政府也应该要补助。拜托大家支持新政治，支持新的改变。给刘承谦一个机会，谢谢。我是三重泸州的刘承谦，谢谢。我是刘承谦，再拜托大家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可以跟新北市议会里面争取一些不一样的事情，拜托大家，谢谢。